想問三魚，如果上茶樓，爹哋媽咪，今日新年啦，我哋一齊飲茶好唔好啊？香港有被譽為美食之都，香港茶樓文化最先由廣州傳入，近年更流傳到世界各地，成為最具代表性粵菜之一。喺外國，茶樓被稱為點心 house，而樂安居位於上環，前名蓮香居，係現時香港比較傳統嘅茶樓。聽講傳統茶樓會叫一盅兩件。係啊，一盅代表茶，再加2件點心。飲啖茶啦。到茶禮，長輩斟茶，唔指你代表拜謝之意。我哋係時候叫點心啦，昔日用糖盤賣點心，或者推點心車，而家係用點心紙或者用手機掃描二維碼落單。我留意到呢，點心紙有2文，包括中文同英文，都係香港官方語言，好方便唔同國家嘅旅客嚟用餐。我想食傳統點心，包括蝦餃、燒賣同蛋散。去茶樓令我認識好多唔同香港傳統文化，食點心之餘又明白到語言嘅重要性。